会师要来关心人咧讲紧行无好步，家己一台箱仔车经过上海路和世贤路12路口的时，因为无注意到头前的情形，当场去弄到一架倒弯的车，规台车势180度掉伫路的，2个人拢受伤，该在送病医了后无啥要紧。一台箱仔车驶伫路的，毋过后1秒。 镜头向势90度，原来迄当阵箱仔车风浪，规台车并车倒伫落的。佮看一解画面，迄当阵箱仔车经过路口的时阵，可能无注意到倒边有车驶来，拢无打动啊，刷落2台车就安尼直接去弄掉。速度不快啊，老板他是这边这侧，因为他斜下去刚好是这一边。车祸现场零件线甲规涂骹，轿车车头猫蕊变形，车顶嘛落落来。啊，另外一台风浪的箱仔车倒伫落的，好佳在迄当阵后壁无车，若无后果，想都毋敢想。车祸发生伫8号11点外要到的时阵，嘉义上海路甲世贤路路口，警方调查可能是双方伫经过路口的时阵，拢无甲速度放慢，才会造成这个车祸。两台车在马路中间对撞其中有一台车小型车车头都全毁，另外一台就侧翻在马路中间。发生车祸，箱仔车的驾驶胸坎会痛，肩胛头甲倒手骨嘛受伤。驶轿车的查某驾驶正手后脚会痛，2个人送去病院了后拢无啥要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